乡亲许多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迎接小宝宝出世，是每一个家庭上大的欢喜。但是，若是医生期也未到，小宝宝就提前来报到，恐惊会互父母未符应变。台湾人结婚生囡仔年龄是愈来愈晚，高龄产妇已经突破3成，每一年的早产儿总计有2万个。因为早产宝宝的器官也未发育完成。一个出世都会面临真侪风险。华视新闻团队就采访到2个早产儿的家庭，一个是双胞胎楠楠甲露露，出世的时阵只有700-800公克；另外一个早产儿华华，则出世无偌久，就动世界的手术。医疗团队是安怎抢救这脆弱的小生命？有早产儿宝宝的父母，阁是安怎行过心酸甲惊吓呢？今日节目一开始，咱就来感受这个甜蜜的负担。我常形容一个早产儿就好像一栋房子，他根本还没有到交屋的时候，他就强迫交屋，强迫入住。倒伫保温箱拼命咧喘气，身上插甲全光线，皮肤薄甲像一张纸。伊是早产儿楠楠，出世时只有700公克，伫妈妈的腹肚内就点24礼拜。甲楠楠有同款命运的，也有伊的双生弟弟露露。自己不到手臂的长大概这样而已，大概两根手掌，2只手掌的大小而已。对，因为哥哥出生才700克，那弟弟是842。他们的手应该也很小，超级小的，根本就是只能放在上面，你还觉得跟牙签一样，超级小的。兄弟人会差5点钟出世，向阳来报道，和妈妈沈婷婷不知要安怎较好，心内是充满自责甲不安。对，一天20小时都在我的肚子，他都跟着我在一起。可是他现在出来了，我没在他身边，我可以看他的时间点，我怎么可以不去看他？我没有资格在家休息，所以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看他们。虽然我没办法做什么，但是我让他知道我们是跟他在一起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去。大生3万的婷婷完全无心休养身体，兄弟人个因为早产拢得着开放性动脉导管，影响呼吸功能。哥哥楠楠甚至伫出世1个月尾就动手术，就卡在本来礼拜要回家，结果医生突然跟我讲这个哥哥要开刀这件事情，我就哭死了。那时候听着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成功几率很大，但是也是有失败的你敢跟他赌那个失败的吗？不敢啊，所以你就会很害怕。经过4个月抢救治疗，楠楠甲露露渐渐脱离险境，身上的光线一个剃掉，面上嘛开始生肉。婷婷甲家人总算感受到迎接新生命的欢喜。宝宝啊，欢天啊，小脚丫丫嘿嘿嘿。因为出院的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嘛，然后刚好也是我留职停薪的最后，因为我9月1号复职，所以刚好8月25号出院，隔天我生日，然后我就回来。就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他们出院到回家没多久就拔鼻管跟拔胃管，然后就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小孩啦，最起码不用又插了一堆管。这8个月来真的是蛮辛苦的，因为每天进出医院，然后到回家，然后一天只睡2个多小时，其实真的是蛮累的。但是看到小宝贝这样成长，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会辅助，他懒得翻。你就这样好。他懒得翻啊。目前出世8个月尾，楠楠甲露露矫正月龄4个月，大有要关心，白白胖胖的模样真古锥，看到心肝宝贝一路过关斩将，婷婷的心内充满欢喜甲感动。因为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在活下去，其实当爸爸妈妈的看在眼底，你就会很感动，都会跟他们讲，请给我个机会当你的妈妈，也给我机会陪伴你们成长。那你们每天这么努力的活下去，努力的呼吸，我也很感谢你们。对，那时候都会这样跟他们讲。
在沈婷婷和许家荣细心的照料之下，楠楠和露露渐渐的健康长大。现在他们的成长曲线也追上了一般的宝宝。这天楠楠甲露露到病院会诊，候诊的时候，两个兄弟倒伫妈妈甲阿嬷的身躯顶，困啊真甜。入去到诊室了后，个性比哥哥较活泼，唔惊生分的露露，趴伫检查台顶，目睭大大蕊咧看镜头。经过医师评估，兄弟两个心中状况无啥问题，但是器官发展也个需要长期追踪。就是永男的部分的话，他的肺功能的部分确实是比一般的孩子来说来的差一点，所以他有时候感冒会比较久才好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这样关系，所以他也有同时在胸腔科做追踪。那露露的部分，弟弟的部分，他肺部的状况就相对比较稳定一点。台湾每年大约有20万名的新生儿，早产的比例大约是8%到9%，但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之下，目前台湾的早产儿存活率已经高达90%。以全部37周以下的早产儿的总存活率，差不多会落在差不多8%左右，是逐年增高。逐年增高。不过这个部分来讲，其实有达到一个瓶颈，在临床工作上来讲，我们会比较在乎在28周以下的。我常有说我们要克服500障碍，也就是500公克的这个部分。早产儿所记的是有生37周前就生产的宝宝，愈早出世就会面临愈侪考验。根据早产儿基金会统计，满23周出世的早产儿存活率无到2成，24到25周的存活率是6成，26周到27周的存活率已经提悬到7到8成，28周以上的当讲拢会当存活，但是另外同款互人担忧的，也有早产所留落后遗症。从脑部的功能不佳到脑部的组织受损，还有眼睛以后会容易导致重度近视、弱视、斜视，肺功能的不佳，导致以后小朋友容易会变成肺功能容易受到感染，甚至以后变成呼吸道敏感，甚至于气喘的比例也会变多。肠胃道功能不佳，它也容易会产生肠道本身的吸收不良。为了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，医疗团队为保障先子打造相近母体环境。但是，在医疗发达的今嘛，早产儿占所有新生儿比例依然真高。主要原因就是高龄母亲。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，2018年台湾女性生育的平均年龄是32.03岁，甚至有3成妇女生产第一胎时阵已经是高龄产妇。高龄到了造成早产的机会增加，妈妈的死亡率也提高。卫福部的数据也显示，2018年10万名产妇当中有12.2个死亡，创下10档新高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新生儿监护病房里头，32岁的妈妈，对我们来讲都算年轻的。我们蛮多37、8岁、40岁、40几岁的生第一胎，对。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要生就早点生啊。好，一下下，奶奶在这里。在病房中，甲病魔对抗的早产宝宝异化出世已经5个月，但是面上依然挂着鼻胃管、头皮的毛症一流感，矫正月龄将近2个月，伊也咧学习用嘴数零。从一开始的所以真的是措手不及啊。然后喜悦吗？好像也没有喜悦，对啊。然后到一路很担心啊，或者是可能晚上把自己一个人就崩溃大哭什么的。其实只要想到就哭，对啊。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考试的动作会就是做一阵子。画画的妈妈36岁林培君，有生25礼拜就临盆。小宝贝刚出世时阵，闪闪的身躯血管看法真清楚，模样是真脆弱，嘛因为早产造成脑出血并发水脑，加上细菌感染前后开刀世界，和培君是每天流目屎。是不是在看妈妈？妈妈。画画伊用非常坚强的生命力，加上医护的全力合作，多过天公伯啊，护伊登顶难关。咱录影1礼拜了后，画画平安出院啊，体重来到4110公克，培君总算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他们真的把弟弟照顾得很好，对啊，主治医师啊，还有一些护士阿姨都对他很好，对啊，一有时间的话就会很多人照顾他，然后陪他这样子，对啊，那种家长在
家里面会觉得，至少弟弟他在那边，他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呀？很多阿姨都很喜欢他。我其实有一些我自己的经验，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母亲，她怀孕了9次。那时候我进到产房里面去把那个 baby 抱出来的时候，产科医师跟我说，他说朱世明，这个宝宝，他妈妈能够成为妈妈的今生唯一机会。我记得那个宝宝512克，几周啊？那时候是23周加6天。我记得那个宝宝在我加护病房里面照顾了6个多月，然后那个妈妈后来要抱他出院的时候，那个妈妈跟我讲说，她很感谢我，让她能够这一辈子能够有成为母亲的机会。这样子啊。每一个囡仔拢是爸母的心头肉，这早上来到人世间的小天使，一出世就经过真多磨难甲波折，但是因过5关斩6将，互人见识到因惊人的求生意志，嘛赞叹生命无限可能。但是为了囡仔甲妈妈的健康，也是爱把握黄金生育的年龄，卖当降低早产的风险。即马巴掌儿、楠楠、露露甲画画一点一滴的成长大汉，伊永远拢是爸爸妈妈摸伫手掌心的心肝宝贝。那么期待因未来的人生平安顺利。